2025銀河娛樂澳門國際馬拉松賽道介紹：半程馬拉松賽事將於12月7號早上6點正起跑。賽事嘅起點設於澳門運動場，跑手喺起點起跑後，經由運動場嘅出口離開，向右轉於體育路出口左轉，並於運動場道右轉向東亞運大馬路。到東亞運街與東亞運大馬路交界左轉，重新進入東亞運大馬路，經東亞運園營地右轉進入海洋大馬路，經海洋花園大馬路，跑手將會由蘇利安園營地右轉進入史伯泰海軍將軍馬路，於史伯泰海軍將軍馬路與盧廉若馬路交界折返。跑手將會跑進加洛比總督大橋，跑進澳門半島，經加洛比總督大橋到亞馬拉前地，左轉入澳門商業大馬路，途經雅文湖畔，左轉入孫逸仙大馬路於科學館方向，途經觀音蓮花園，並於科學館前原營地前折返後，重新進入孫逸仙大馬路，向西環大橋方向，經西環湖廣場，進入何鴻燊博士大馬路，左轉入民國大馬路，右轉入媽閣上街，經媽閣廟，左轉入西環湖景大馬路，到西環湖景大馬路與西環大橋引橋交界處折返，上西環大橋引橋，經由西環大橋返回氹仔，於東亞運園營地下行車隧道直行進入東亞運大馬路，於東亞運街左轉進入東亞運大馬路，於交界處右轉進入東亞運大馬路近馬場方向，經奧林匹克游泳館園營地左轉進入運動場道，右轉進入體育路，再左轉跑進澳門運動場內衝線，路程全長21.0975公里。祝各位有一個愉快旅程，成功挑戰極限！